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台中逢甲夜市啊，拜六暗，因为用电量伤悬，供电设备各项大规模失电。昨暗7点半是换机兰所有，有2000多户向失电。台电赶紧抢修，伫昨暗10点之前已经完全恢复。不过这2天天气拢真热，台电的官方网站拢到用电正暗的黄灯。不过台电是对外表示，目前供电无问题。规条车路乌麻麻，只若看到警察的指挥棒，甲经过车的车头顶还佫倒的。24限7点半左右，所有市区大停电，警方赶紧派人指挥交通。停电的范围包括苏东路、苏东中路，还有中山路一段，总共2095户无电。有一寡店想要休困，但不因为无电，铁门也加袂来，就坐伫门口吹风过店。这铁门嘛未关哩啊，好啊。哦，铁门嘛无大关。对啊。好。无电啦，较无方便住安尼啦。囡仔摕装电池的电风伫咧吹，最近天气正热，温度一直创新高。伫这个时阵停电，民众是热甲挡袂牢。台电随派人到现场修理，暗时10点之前全部恢复供电。初步了解是开关箱内面的零件故障才会停电。变电箱刚刚有问题。是哦。对，变电箱爆炸。是哦，啊，当时你惊一无有爆炸声吗？有啊，我就嘣2声，啊，就讲无电啊。台电讲，因为拜六礼拜负载较低，所以才会安排部分机组进行例行保养。中火2号机检修伫今仔透早并联发电，所以供电袂有问题。不过台电的官网今仔日明仔载2天，有个尖峰比转用量率依然显示供电正安的黄灯。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休热，加上政府有国民旅游补助，真侪民众会出门去佚佗。亲像小琉球便若假日，就有正万人去遐行搭。只是自来水无够用，国部长即马爱分区供水降低水压。若伫绿岛甲红头树，嘛因为游客伤济，发电厂的发电量创下新高。晚会干照的沙坡顶面，四个拢是来耍水看风景的游客。对屏东东港坐船过来120分钟，交通真方便，加上各路的补助，小琉球这礼拜有上万人来佚佗。敢若坐机车有当时就要等至少1点钟。我们很多人来啊，我们10几个人来。衔接不上啊，不是走不掉了，因为昨天急的还没有退房，还没有来还。衔接的问题啦，等多久？1、2个小时，安了。有时候几分钟，有时候几小时啊。游客坐无机车也是小可代志，因为岛上的民生用水是经由海底管线送水到当地四座配水池去放，真侪游客造成送水量不足来因应这用水量，互岛上头一摆执行平常时拜1到拜4分区来供水，民宿业者除了设法来因应，也希望政府有配套做法。所以到周四水压就是比较不稳定，那假日是没有，所以现在就是游客大量的涌进哦，所以可能要希望政府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加大储水槽或者是加大一些那个水塔的一个配置。疫情较热，真侪民众来到各离岛佚佗，那小琉球供水无够，台东离岛也阁有人数，拜六航班全部拢客满，游客多，用电量也增加，互2个所在发电厂发电量继续创下建厂以来上最情形，惊供电袂堪的负担。台电除了调派更加侪人力，确保运转来正常，也提醒民众加冷气维持在一定的温度，节电才可度稳定供电。记者综合报道。再会关心天气啊，今仔日的高温会小可下降，也毋过天气同款真热，过道落西北风的范围嘛变较宽。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太平洋高压有大大减弱，极端高温就无遐尔严重。也毋过各地天气同款也是热。气象局有针对18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各地高温有36度至40度。华东唱国高温嘛有40度左右，大台北的高温有38度。若各地中度左右紫外线嘛是危险的级数。若昨昏伫咱台湾东边海面上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也毋过往日本九州去，所以对咱台湾无影响。若拜四的时，伫琉球东边的海面上可能嘛有热带扰动会形成，所以拜六日气会变较济，天气会变较无稳定，过道落雷公雨的机会会增加，也毋过安尼就较凉快。来关心受太平洋高压甲咱台湾温调影响，这几天咱台湾的温度较袂着就超过38度。昨昏上悬温出现伫花莲有40度4，
那邦桥嘛39°C，拢创下新，这是创下新高。天气这尔热，嘛有袂少民众着刷。机车伫日头下当安定，结果举头一看，搁爱99秒。高雄凯旋4路甲101路交叉路口附近，因有轻轨经过，加上是几啊条路交叉的大路口，安定定定超过1分半，互民众拢希望会使减少秒数。有一点点。怎么说？有时候太阳热、太阳大的话，在那边等其实会蛮晒的。热天当安定，互骑机车甲行路的人伫要着刷。根据国建署统计，今年1月到今仔，全国热伤害人数已经有超过1079个人，其中以高雄158个人上侪，台中152个人第二。那其实热痉挛其实跟热衰竭是比较常见的。那一开始的时候，热痉挛可能会有肌肉的痉挛的现象，到进展到所谓的热衰竭的时候，病人会大量的冒汗，那你会觉得说口干舌燥或者是头晕。甚至会觉得说，尿怎么开始变少？那觉得说，这个整个心悸的非常的厉害。这时候一定要立即离开这个温热的环境。医师提醒热伤害的症状，因为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几天全台湾气温动都超过38度。太平洋高压的时候呢，空气有沉降的作用，所以会比较热一点，然后比较没有云，太阳比较大，所以这个。直射的太阳这增加热度。高温估计要继续到27号。气象局提醒民众，上好避免无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外出嘛要防止晒日头、加啉水，并避免伫高温的环境晒伤久，以免着霜。记者高雄台北报道。另外一项运动比赛是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咱台湾选手周天成昨昏甲日本选手相战，周天成成功摕到冠军。另外，戴资颖嘛连赢2局，摕到冠军，拢甲冠军留伫咱台湾。现场观众一直加油欢呼，因为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日是在台北羽球公开赛总决赛拍头阵，男子单打冠军赛甲日本选手奈良冈功大双方决战3局，以14比21、21比10、21比6逆转胜，拍败日本选手，如愿摕下这个比赛史上第4个冠军。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试探对方，然后做出战术跟技术的改变，然后最后我觉得他停得有点下滑，那我就趁这个机会把比数给拉开。台湾职工若安尼，煞来顶场是女子单打总决赛，台湾球后戴资颖对着日本的选手川上沙惠奈，首局开打双方拢有输赢。无想到对手无遐好对付，连着5分来入边，加在戴资颖靠着多变的拍法，也佫真大切球，以21比17、21比16得到哩拍败对手，摕下第4座冠军的奖杯。那我在打的时候会希望自己就是一样是失误不要这么多，然后他今天一开始下场的时候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所以我在打的时候也会有造成蛮大的压力。最后第2点比赛是男子双打总决赛，由王麒麟、李阳伟、林永培对着马来西亚选手万伟聪加戴凯文。后一局开打，比赛拢无啥进展，林永培胜我较多，以18比21先失去1局。第2局林永培展开明日的攻势，并且以21比11夺下1局，入边这比赛。决胜局马来西亚强势来反击，比赛尾点林永培挂网失分，最后以18比21摕到亚军。关键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太着急了，就是觉得机会球来了，太想要去得分，所以变成一些手上的失误又跑出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台北羽球公开赛隔3年今年才复赛，为期6天的赛程也在2时正式来落幕。记者综合报道。在介详情，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高度高做的疫情，即马继续在传。这个传染病，即马已经互世界卫生组织列做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咱卫福部疾管署嘛宣布，咱政府有买到预防蛇甲抗病毒的药啊，上晚8月底会送到咱台湾。医生总共有发现疑似病例，24点钟内按时通报。来关心《自由时报》，国防部汉光38号对今仔日演习对接。今日开始到29，连续5天进行。行政指挥所今日透早有下令，全台湾的部队拢爱振动起来。部分部署伫西部的军机会飞去东部，各部队拢爱演练拄到敌人的军机飞弹攻击的时，爱安怎应变，提出防卫作为。来关心联合报，中国公布2021年出世人口
其中安徽出世的人口比4当前大降低47.6%。若山东是搁较食力，降57.1%。中国有几内省拢出现人口的危机。出世人口上济省是广东，是中国即马唯一出世的人口阁超过100万人的省。继续来关心新竹的棒球场是开12亿改建，却传出球场有问题，致使球员受伤。中华职棒甲新竹市政府参详了后，即马决定一寡比赛要延期，若8月份伫遮比赛卖换所在比。球员伫球场做热身运动，为每一场的比赛做准备。不过，离离接拄举办中职开幕赛新竹棒球场，却是连续传出这个场地无好，甚至造成球员受伤这种情况。没有缓冲的感觉，因为它上面是松松的，但是下去你扑下去的时候又是很硬。20年前是去年比的，这个球场很差吗？它不很差。那这里因为草比较少嘛，有一些小石头嘛，所以它也铺了顶，就是定在那边。新竹棒球场开12年以来改建，离离重新启用了后，就民众反映，唔但场所有状况，要查某变数的门锁倒倒并才情形发生。中华职棒甲市府以及球团讨论了后，8月比赛想要换场所来举行，另外20时暗时的比赛也决定来延期。才是对球员的一个保护。因为昨天看到哲轩包扎回来，我就觉得这个场地还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每一家的球迷都不希望自己家的球员受伤，整体的氛围非常好，但是从细的地方再去看细一点，照顾我们球员。球场出问题，拄到立陶宛甲新竹市长选战的前市长林志坚甲副市长辛培宏也向大众来解释的。所有责难到我身上，在我的协调之下，大家已经有初步的共识，把球场的环境，再做细节的改善。新竹市政府会跟球团一起面对这些缺失，把它给改善好。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的竞争对手委员提出质疑，认为是新竹市府不可避免的责任。从编列7亿的工程款一直追加到近12亿，花了那么多钱，却有如此多的缺失。门锁装反，还有包含像是这个反光条贴在内侧，市长、副市长也已经辞职，正在参选。那这2位要如何来扛责任？这我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球场改建的争议演变成最政治的攻防，新竹市府回应会继续收集球员甲球迷反映，继续改善各项较优的所在，提供予球员更加安全的比赛环境。记者综合报道。电启用的新竹棒球场，互惹出侪欠点。新竹市代理市长陈忠贤昨昏有向球迷会失礼，嘛有去拜访球员讲歹势，而且已经宣布随启动改善小组，会先咨询中华职棒，也有球员工会去了解问题，确认改善的重点，达到球员的需求。对于今天原定在新竹市立棒球场的赛事延赛，对球迷造成的不便，我仅代表市政府向所有球迷道歉。未来，我们将密切跟中职联盟及球员工会请教，希望在确保球员安全的前提下，将球场改善得更符合球员及赛事的要求。代理市长是昨昏专工去新竹棒球场巡视，嘛有看到查某变数的门槛竟然是伫外口有够含糊，要求随爱改善。嘛有看到球场内底侪欠点，伊是表示，市府会甲中华职棒也有球员工会专家学者去请教讲，哪一寡问题爱改善，确认改善重点了后，会做改善，达到球员的需求。继续关心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抄论文的风波，即马在野党就是假条的拢无要放，直透咧批评。昨昏林志坚是家己开记者会，甲规件代志自头到尾讲互明。伊是提出讲，伊嘛提出伊甲伊的指导教授陈明通当时互相讨论论文的电子批，来证明家己的清白。发想在先，研究大纲在先。研究设计的写作在先。林公军也甲家己是关创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为着论文抄袭风波出面，提出进前指导教授陈明通因过修改研究计划电子批，要证明家己即是资料提供者。2016年的2月1号，研究计划版本当中已经有了研究设计，也因此才有后续将我的资料还有论文大纲初稿提供给于先生来做参考。这是林志坚写的，
老师，然后给那个同学参考。在这里面陈明通所长有说明。虽望林志坚强调本身是资料提供者，不过介意论文真侪所在相同的吴先生，对通过计划考试、论文考试的时间，拢伫伊头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维有关批评，批示无法度完全证明论文的原创是真还是假。论文的写作从来不会是你跟老师之间的 email 就可以证明你的论文已经完成。讲了这么久，可是林志坚始终不敢去告于正煌，甚至不敢说于正煌是抄袭他的论文。我也正式向台大来检举于正煌涉及抄袭论文。王宏维表示，伊要看吴先生敢会出面捍卫家己的学历，嘛坚持林志坚的中华大学论文，无论伫倒一月份来完成，只有德科管理局的标案合约，拢无法度改变侵权的事实。记者陈金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跟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有超过640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1737例，目前咱台湾即阵的病例计共超过443万例。日本已经超过1100万例，韩国超过19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9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是超过33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2300万例，伫法国是已经超过3300万例。来关心一阵国际上的不幸，一只有载几10人海底移民的船只伫巴哈马沿岸冰船，目前已经知影造成17个人死亡，内底嘛包括红鞋仔。当地政府是表示，船顶可能有载60人。这个事件即摆也搁有几10人失踪，那2个人口买卖歹人已經互抓到。这台载着几60位海底移民的船，伫咧巴哈马海岸冰船，真侪人淹死，包括囡仔。A multi-agency investigation is underway to determine the full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a suspected human smuggling operation,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these irregular Haitian migrants. Rescue teams recovered 17 with approximately 60 persons on boar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ir final destination was Miami, Florida. 所有队24透早1点半接到通报，新普罗维登斯岛11公里的海峡有冰船的意外，随出动救人，有一寡移民被救起来，也有几60人失踪。Two Bahamians were in custody, assisting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ur information suggests that all were suspected Haitian migrants. 巴哈马当局讲，被救起来的人讲，因付差不多3000到8000美金的费用，换算代表是9万到24万坐这只船。海底的民众为着要摆脱散车病情，加愈来愈严重的暴力，去年开始就更加侪人透过联社集团坐船逃走。巴哈马是热门的路线。5月时阵，一台载着842位海底移民的船，伫咧要去美国的半路偏离航线，被冲到古巴的北岸。迄个月也发生另外一件载着海底移民的船，伫咧波多黎各冰船有11个人淹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乌克兰一个查某军医，叫做塔伊拉，伊伫东部港市马利坡，互俄罗斯军方攻击的时，伊是哪救人哪用头壳顶的摄影机翕落来真侪救伤者的画面。3月中的时，伊是甲这画面交予美联社记者，互这画面见光。那伊家己是互俄罗斯的军方压走3个月，经过参详甲交换，即马总算互放出来啊。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я беру чашечку кофе и закуриваю сигарету, меня мучает совес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не могут этого сделать. 俄军掠去3个月了后，重新得到自由，互人叫做塔伊拉的乌克兰军机佩夫斯卡，原本运动员的身材，即马变做3比8。伊讲无法度袂记，甲伊做伙关伫咧无够6平空间的21位女性同胞，也讲马里坡卫生期间经历的一切。 2 недели войны, блокадный Мариуполь.
第3个吹到翕这段画面了无几天，塔希拉就和攻打马里坡的5军掠去。不过，伊伫咧围城期间，用带伫咧头壳的摄影机所翕的画面，已经伫咧前一天，交互当地最后一批撤离的外国媒体美联社炸走。记者将杜准256 G 画面的记号卡放伫咧卫星面条内面，经过5军10个月关卡才炸出来。塔希拉部分停火，救家己的同胞，也救俄罗斯的伤兵。美联社报道这款画面，全世界有几多100万人看到，也是伊会当被换政府转来主要原因。其他一共一寡互人心痛的生离死别的画面，伫咧治疗一对兄妹，你啊查甫囡仔救袂大时阵，也挡袂牢。Мальчик было понятно сразу, что он умрет, я сразу поняла. А девочка была тяжелая, но на грани, и нам удалось ее вытащить. 塔伊拉伫咧俄乌战争进前就因为受伤退伍，不是英国哈利王子创办的退伍军人永不可国运动会乌克兰队的队员。2021年受到头弹性摄影机被替串流平台纪录片翕影片，2月俄罗斯入侵了，转开始记录战争，才对上真实的第一手画面。被放出了，讲到关押期间的经历真细腻，因为无想要连累抑个被关押的同胞。这个人讲，身心的折磨甲压力唔捌停过。Всех заставляли учить, например, гимн России. Я тебе прекрасно умею петь гимн России. Могу спеть. Хотите? А я не хочу. Я уж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напела. 即马塔希拉已经重新开始锻炼，计划要参加明年的永不克服运动会，也想要转去医疗小组去前线斗3工。Возможно, потом, когда я восстановлюсь, возродятся ангелы также воскреснут, и мы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дальше на линии. Ну, посмотрим. 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高中礼拜时，坐专机去加拿大访问，伊强调伊想要去访问基辅甲莫斯科，希望战争赶紧结束。美国总统拜登伫顶礼拜去会着，白宫的医生即马是表示，拜登的镜头已经有改善，即马主要镜头是脑后痛。来关心日本鹿儿岛的樱岛火山昨昏喷发，当地已经发出上界高悬的急速的避难警报，早起阁要紧急撤离附近的民众。来关心年底的选战，台北市长选战即马是3卡都的办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昨昏举办新册发表会，伊希望伊家己做一个温暖、会晓做代志、阁有肩胛头、通承担的人。那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昨昏嘛发表伊的新册。另外，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昨是把时间继续参加活动走行程。都市区卫福部长宣布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台北市长陈时中，头一本的自传新册伫24早起举行新册发表会，前副总统陈建仁也到场祝福。陈时中讲，希望家己做到为日本路是一个有温暖、有魄力的人，引发外界联想。温暖的魄力了哈。那有的人就跟我讲说，那你得养紫色白狼了哈，就是讲。你写呢是讲有一个甲是要竞争者，一个是无魄力。另外一个第4组，迄个是无温暖啦。2022年台北市长选战形成3卡都的局势，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甲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礼拜拢参加北投的竞选活动，不过2个人无伤做互动。对于陈时中评论蒋万安无行政经验，蒋万安也回应表示，陈时中伫8年前也是支持这个无行政经验的郭文铁。有民选经验的民意代表。我们是真正能够体察民意、设身处地、为民着想，所以要成为民选的市长，民选经验绝对比行政经验来得重要。另外，黄珊珊是伫下晡举行新册分享会，伊讲已经筹备2个月啊，无想要甲什么人比较问题，这是个人的心得分享。不管是在选举或不是在选举，都不应该用仇恨来制造对立。陈时中部长也是独立的个体吧，我们也不会觉得他后面有民进党就觉得是头马车，不是吗？黄珊珊表示，每一个人拢是独立的个体，最后应该做代志。要选举，不管什么人拢家己负责，若做不好就换掉，家己安怎选民应该真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甲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昨昏是两个人拢去庙里拜拜。林佳龙是表示，新北市即马需要的是一个交通专才，会晓解决交通问题的市长，毋是警察市长。那侯友宜嘛有针对这件代志提出伊的反对意见。甲庙方主委同齐比出加油手势。礼拜二透早，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带当地议员参选人同齐参拜南口的德林寺。对于前一天国民党市议员周胜库2摆归落来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政绩，林佳龙认为这伫民主时代是真罕见。地方建设原本就是政府应该做的，即马煞变成爱拜托作为政府官员爱反省。民意代表就这么激动的下跪，那我们真的以后会很紧张，因为这个是当然感恩的心是要有但不要用这样过于违反民主时代啦，不要去就是揽功那让这些议员都觉得这只是某一个人的恩赐。同款也是参拜行程，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来到三峡乡收宫参拜关圣帝君。对林佳龙指出，新北现阶段需要的是有交通专才的市长，不是警察市长。也不过侯友宜宣布，新北各项治安指标拢摕到好成绩。这几年我们也不断的增加警力，当然新北市的幅员辽阔，要承担更多的治安工作责任。所以这几年新北市的治安不但有大幅的进步。侯友宜表示，4年前选举无设主委的职位，是因为伊的主政府费是400万新北市民，上大靠山都是新北市民。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拒绝林佳龙竞选总部经副主委的职务，林佳龙过一摆澄清，两人已经约好，要到苏贞昌过去担任台北县长所知影的毕竟行行看看，想要拍破派系未下的传言。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咱镜头来台南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有举办一个大胃王食冰的比赛，互民众挑战食大碗公的酸鸭冰，食上紧的前3名就有奖金。另外8月底进前去一寡店头食酸鸭冰，嘛会当抽奖，希望要来行销玉井酸鸭。大家坐一排咧食酸鸭冰，有的人一喙一喙豆豆啊食，有的人是撒咧就踢入嘴。这是台南西拉雅国家风景区举办的食冰比赛。那么最终我们的重量是1554公斤，所以我们成功打破了原有纪录。为着要庆祝玉井冰店业者伫4天前做出一份1554公斤的酸鸭冰，打破世界纪录。今年特别举办比赛，一碗1公斤554公克的酸鸭冰，10分钟内上紧食完的前3名就会当摕到奖金。这个玉井吃冰节那我们今天也有办理一个大胃王的这吃冰比赛。那我们希望是在这个炎炎夏日，能够大家能够来到这个玉井这边来品尝我们的芒果冰。虽然今年芒果很少但是质量一定是非常棒的西拉雅风管处处长齐金玲表示，今年的酸鸭咧开花时阵煞拄当大雨，产量比旧年减真济，所以真济民众听到食酸鸭冰的活动，拢想钱要参加。咱即摆热天、秋天中间，因为虽然秋天，但是南部无咱足烧热的所以这个烧热的天气来食冰是上盖赞、上盖好的15个参赛者、拍拼者，落尾是互3个小招参加的查甫大学生，甲前3名总冒走。头一名敢若开2分9秒，就甲一碗冰混了，摕走3000块的奖金。主办单位也希望除了推广玉井酸鸭，嘛会当请游客来上边景点观光行打。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屏东那边人和关怀协进会是用在地市温养殖渔业的特色，设计钓鱼板的倒仔笋。用无共款适水的鱼仔甲白仔，互饲大笋训练饲大的基地，会当减慢失智症发生。这钓起来鱼，若甲你的摆有共识，安尼就算分数。屏东那边的联合社区关怀协进会专工请人设计这趣味的倒仔笋，互在种的时段那笋那学，像这班钓鱼班，就是结合在地市温仔的特色，互长辈学钓鱼，减慢失智。叫邀请老师来甲阮教一寡迄个老人失智的桌游的方式，就是吼，迄个祈祷，踮社区内底，会当讲，迄个互因增加因的常识，
而且佫上甲因的智慧增加，莫讲哦，逐工踮厝看电视，看甲头变成头壳戆戆去安尼，系啊。社区参加的时代拢算甲真欢喜，讲到算点唔到鱼，爱规组处罚拽骹车，嘛是真趣味，会当训练记忆力，活动筋骨。佮想起以早走溪边钓鱼的囡仔时，若要规工关伫厝内，倒不如来遮甲人运动兼体雄。脑部的刺激，还有那个很会忘记的那老人痴呆症，有一点帮助，有那个每天的活力跑出来。人解学就好啦，无带存拢无聊啦。来参加这解学啊，变那幼稚园啊来解学。先去抽牌，抽到了哪一种颜色的鱼，然后再经过一个关卡的训练以后，然后再去钓鱼。中间的过程就是让长者能够知道说，记住短期的记忆力，记住它的刚才的那一只鱼是什么颜色。来到前面有3次机会可以钓鱼。船长表示，目前已经有设计几套桌仔耍，反应拢袂歹。未来继续开发相关的课程，招愈侪社区共同来办理，或者是大哪耍哪学，健康快乐活百里。记者全报道。为着要让民众更加认识文学的面貌，屏东文学馆有举办展览，展出23个作家的作品、影像甲声音。现场唔但有模拟作家伫大自然创作的风景，即嘛佫有结合 NFT， 互读者会当用虚拟货币来买到所谓文化资产。在悬崖凝视着我，随着海风吹来，不知何时竟然成为一滴天地铸造凝练的海水。用实物布置现场，佮用电视呈现海影像甲声音。屏东文学馆办适合文学的日子，翕山翕海翕屏东展览。读者唔但会当阅读文学作品，佮会当看到作家书写的身影，听到因的声音，感受因伫大自然创作的感觉。您从这个展览里面可以看到屏东文学的发展，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布置成跟山海相关的一个情境，让您可以在看展的时候呢，也感受到屏东的那山那海。这个展览有23个作家的作品，佮特别模拟原住民起的石板厝，互民众更加认识原住民的创作理念。另外，现场佮结合科技，读者会当用虚拟货币买到作家的声音，保存所谓文化资产。元宇宙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冲突的，也就是说，自然环境也许会恢复到原始，但是呢，我们使用的科技却是很未来的，对，所以大家可能在参观的时候呢，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力。屏东文学馆唔但结合 NFT， 创造未来文学新商机，佮互文学回归上原始的创作状态，用屏东美丽的山甲海陪伴读者欣赏作家心内风景。这款文学的影像发展，就亲像是要呼应展览的名，互大家伫屏东的每一天拢是适合文学的日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中华有咱全台湾唯一一个开新形体的车库，今年是满100周年。这个所在文化部已经核定做国定古迹，对文化资产也有铁道文化保存，拢有重大意义。第100周年的活动，嘛有啥侪民众去现场。火车头慢慢开离线型车库，民众提起手机一直翕，因为这是代替第一代的电气化火车头。来到线型车库，咱你看到的火车专用秀也吸引游客眼光。转车台上面看到的这2台列车，都是我们全台唯一仅存的他们型号的这个最后一辆了。除了电气火车头，第一款的柴油火车头、甲蒸汽机车 CK124 甲 DT668， 12台无同时期的火车头组织，这是难得的会面。中华线型车库是全台唯一留落来，也是亚洲唯一。今年拄好100岁高升加做国定古迹，加做铁道文史的见证。透过3个为核心的这个铁道文化园区，往北串联苗栗火车头园区、台中铁道文化园区，每年预估1000万人次以上的人会来这里从事这种铁道观光旅游活动。中华管府表示，线型车库升级了后，主管机关是文化部，会当投入更加侪资源维护管理。将来伫中华铁路高架化了后，也会调向动态保存，也会甲4个位景点连接，用铁基路串联人文观光。受到疫情短赴，各地各路客家镇统学者也表示，显示观光等来复苏。我们预计是在9月底
整个预算就会用完了。好，所以民众如果有出游的一个想法的话，应该要把握在9月底以前来出游。学者表示，若会当伫第4季开始偷偷开放国门，互外籍旅客带来观光收益，国内观光热潮也会当继续维持。记者综合报道。1939年代新剧会当讲是咱台湾伫日本时代现代剧的起头。伫台南已经成立日本党的加西镇舞蹈剧团，收集10外档的资料，以南台湾新剧作家林清文甲对一寡老艺人访谈，正做创作的题材，推测舞台剧呈现战后歌舞团的艺界人生。伫台顶唱报道歌王文系男性的苦恋，秀琴歌剧团编导陈美雪老师这回做法官，搬新剧娜娜哭的审判，10多年无见的爱人啊，这阵竟然伫咧法庭相拄。但是请你来相信我是被人所害。演歌戏就是拢比较会重乐古典，会红仔架骹步手路。但是演这新剧，我甲这物件全部拢放掉，包括我咧讲口碑，我爱做生活化，爱做自然的。台湾日治时期都开始发展现代剧，封号做是新剧。毋但剧种五花杂色，对歌戏、布袋戏、歌舞剧拢有，内容佫开始包山包海，有日本演家、西洋罗曼史、武侠剧，是电影电视要袂出来时，众人的休闲娱乐。台南加西镇舞蹈剧团的少年导演陈慧文，以南台湾新剧作家林清文甲老艺人的真实访谈做创作的素材，收集10多年资料，希望舞台剧呈现战后歌舞团的艺界人生。全台湾可能有500几间戏院，逐工拢有戏咧演。我感觉迄个时代真正足趣味的，聊天灯啊、乌剑面啊，这个物件拢是阮咧读迄个现代戏剧的时阵啊，拢较少听到的物件呢。担任这届艺界总监甲编舞的陈慧文妈妈，伊也甲过去做囡仔看过歌舞团像艺霞甲乌鸟的经验，夹伫咧这届作品，伊也讲真欢喜看到查某囝的用心。伊甲迄古早遐迄个情况情境吼，拢演出来，互即摆的人看。我感觉嘛是足有意义的，我嘛真感动嘞。对日本时期戏院的起落，到艺界人士铺铺陈陈的人生故事，加西镇剧场希望用创新的手法，向台湾剧场的黄金年代表达上大的敬意。记者阿敏真曾派文台北报道。即阵是水蜜桃的产季，也毋过今年新竹尖椒的水蜜桃受雨水影响，产量剩一半。郭志龙高部长爱提悬介绍说销无路，乡公所即马是呼吁大家来到高官，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地下内底全拢是歹去的水蜜桃，农民生活来实在真艰苦。今日来果子园嘛是烂甲规涂骹。连树仔顶的果子嘛出现白痕。不是只有裂果，后面如果是落果的话，后面这个地的话也掉下来的话也不能出。新竹县尖椒乡水蜜桃3、4月受小连续雨水影响，产量剩去年一半，大约300公吨。农民为了顾米本，只好提悬价销，结果等到卖袂出去。起码希望大家做伙来斗3工。就是水伤啊、雨伤啊，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影响非常的大。除了公所之外，那就是还有就是像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机关啦、团体啦，我们都会发讯息给他们，能够来自行采购啦。目前乡公所已经成立平台，希望会使甲农民斗销水蜜桃，而且强调民众买到的水蜜桃对采收送到厝，平均未超过3天，请民众安心采买。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世界正出名的水底摄影师有吴英心，甲历史好评做伙举办摄影展，希望透过相片，互大家看到大海水，嘛互大家关心海洋保护议题。一尾色水真水的英哥鱼，详细甲看会看到伊身躯互塑胶锁啊填条咧。这是水底摄影师吴英心的作品。透过镜头，互大家看到大海的美丽，甲人类的迫害。我的专业就是摄影，那我利用摄影呢，让大家知道大海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大海这么漂亮，那你要不要保护它？吴英心已经创水味10冬啊，
到今，伊的水底摄影作品已经得到超过170座国际奖项的肯定。不过，讲到一开始做这项代志，吴英新表示，这是一个美丽的意外。那因为一趟出门就都1-2个月，然后我老婆就怀疑说我是不是在外面有一些奇怪的事情。那我为了要证明我真的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买了人生第一台照相机，开始人生第一次拍照。吴英新这摆甲绿色和平合作，透过展览来让台湾社会做伙关心海洋保护的议题。透过这样的一个摄影展，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其实只要来到摄影展的现场，就可以看到其实水下的丰富的生态。吴英新嘛特别委托绿色和平送一包相片给行政院，希望行政院赶紧通过海洋保护法的草案。伊希望有一天，伊会使真骄傲甲外国朋友讲，大家会使来台湾畅水味，因为台湾的海洋真清气、真水。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英国，英国正出名的小食面、小点心，鱼条钱即马是大起价。除了是因为钱变薄，嘛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英国对俄罗斯加强经济制裁，所以白鱼即马进口关税一起35%。原物料贵继续着起，消费者甲业者即马拢真怨叹。英国东南部的度假胜地布莱顿，美丽码头、高兰礁海捕甲煎鱼啊、煎马铃薯真出名。啊，毋过近日来这度假人会发现，这物件比以前较贵，因为敢若是主要原料鳝鱼，伊的价数已经是起真济。At the moment, it's tripled the price of fish, and the customers aren't recognising it. We have to put our prices up. Yeah, I was actually quite surprised at the price, whether that's Brighton or whether that's anywhere else, but it was a bit too much for. It was okay. It was around a bit less than £10. I think it was okay, but yeah, I don't know how much is it usually in the UK, but I didn't find that's crazily expensive. 俄乌战争互能源价小称悬，食品供应链也紧张，外食费用早就起真济。英国政府扩大对俄罗斯制裁，7月19开始，俄罗斯进口白鲟鱼，包含鳝鱼、乌鳝鳝鱼，这高需求的产品也日日35%关税清单，佫直接冲击煎鱼啊、甲煎马铃薯。不止鱼肉贵，煎鱼物件所需要油、面糊成本拢得起。业者则小可起价，人客已经化贵，为业者只好改用其他产地的鳝鱼来代替原料，变相应执行。Obviously, with a 35% tariff on top of what is already doubled in price, I think we're definitely in for a rough ride.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俄罗斯是世界上上大海鲜生产国之一，野生的鱼类产量是全球第5。鳝鱼出口也排在头前。即马战争进入持久相互战，起价白鲟鱼继续短期内底降不落来，英国人饮食习惯会继续受影响。印度呼吁挪威这其他主要产区业者增加供应稳定继续。战争影响的另外一个重要基本粮食就是食油。乌克兰甲俄罗斯加起来占全球天然气油出口量的8成。即马欧洲各国已经面临欠货起价，甚至限制购买。这个慕尼黑一间酒吧就想出，互人客榨出来的天然气油来换比率1公升换1公升，得到大家响应。Und das Ganze ist auf die Idee gekommen, weil uns einfach auch das Öl in der Gastronomie ausgegangen ist. Und daher muss man erfinderisch sein. Ich habe jetzt für die Aktion hier 80 Liter Sonnenblumenöl mitgebracht und bekomme dafür dann 80 Liter Bier, also 8 Kästen. 这位先生进前送真多救援物资到乌克兰，顺便在当地买80公升的天然气油回国。这摆趁活动换回百姓的比率都用在生日 party。目前得到1公升比率计算是天然气油的2倍，对人客真有吸引力。活动以来已经交换400公升，酒吧的总铺师总算用放心煎肉排，免阁烦恼无油。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香港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国家，是喜马拉雅的小国家不丹，因为这个国家较保守，资本对同性恋支持度就较低。英国不丹的总理推动改革，正式把同性的性行为除罪化。加上最近不丹小姐选美比赛，佫选出一个女同志，伊要代表不丹去选全球小姐。不丹的性别平等嘛，因为这个代志愈来愈进步。
穿传统服装、排彩带、戴校冠，佮详细检查整理一下。顶个月摕到不丹小姐校冠的女同志查西，要代表不丹参赛环球小姐。甲国民幸福感甲经济成长并列做追求目标的喜马拉雅山小国家不丹，排起国民幸福指数，成做全世界上幸福的国家。不过，对于性少数族群，这个人口80万的佛教国家是较保守。尾下总理4年上台了有所改变。去年2月，不但无再甲同性恋性行为看作违反自然法则，是尼泊尔、印度了南亚第3个同性性行为度罪化的国家。 With the decriminalization of this action, I feel more comfortable in public than before, like being who I am, who I really am. 23岁查西讲，透过探索加自我反省，了解到身为一个女人，也过同时和其他的女性吸引是一件自在的代志。虽然伊的家族保守、信仰虔诚，也过和厝内人接受比什么拢较重要，就勇敢讲出来。 It was a very strong reaction, but after a while, I think they thought, okay, our daughter is not going to change. Let her live her life, because I've always been very independent. And then as long as I can stand on my own feet,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matters to them. 查西是不但有意公开同志身份的公众人物，伊希望透过几落百万人看的环球小姐比赛，有更加侪讲话机会。Being openly gay and then being Miss Bhutan will give me an additional platform, because now I'm not only speaking for the Bhutanese community, but I'm speaking for the minority of community on a platform like the Miss Universe pageant, which will be a huge deal for me on my career path, and then for the people of Bhutan, and then for the LGBT community as well. 女同志代表不但参选环球小姐，网络顶虽然有一寡负面的反应，不过查西依然得到真侪国内外的支持。总理4年也亲自解强喜，和其他性少数者带来希望。For me, I think it's really overwhelming, and I'm really happy for her that she got this title. As we know that this title isn't like a really small title, and her being a part of our community, LGBTQ community, it really means a lot to me. 公司新闻王亚芳编辑。咱镜头来去北美的尼加拉大水墙，这个大水墙是伫加拿大甲各个美国2个国家的边界，嘛是世界上7大奇景之一。当年拢会请侪游客去行打。即马伫加拿大这边有一个超过100年的崩坑，7月份的时已经对外开放，游客即马会当伫遮看到规个水墙的景致。游轮顶载满着乘客，眼前规片的瀑布下来。 澎湃水量甲磅礴的气势真壮观，这是加拿大境内尼加拉瀑布，游客拢是坐船来看。不过，即马伫咧探光瀑布的一座100年尼加拉公园发电厂崩坑开放，有新的方式来算。 And this is a 2,200-foot long tunnel, so the guests will take a glass enclosed elevator down 180 feet. Down to the bottom into the wheel pit, and then out the tunnel and into a brand new viewing platform, which extends 65 feet out into the Niagara River, and they're going to get spectacular new views of Niagara Falls. 尼加拉瀑布伫咧加拿大安大略省甲美国纽约州的交界所在，伫加拿大这边1905年起第一座电厂用大涡轮加工电技术，利用瀑布发电，带动安大略省南部甲纽约州西部的工业化。这马崩坑完工有新意义。 Today, we've done the adaptive reuse of this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 So we have an attraction with the generator hall floor, and this weekend, July 1st, moving forward, we've opened the tunnel, which sort of completes the last piece of the puzzle, if you will, to tell you how the whole power station worked. 除了看壮观的瀑布，民众也当参观尼加拉公园发电厂所在正块的地下设施。这项开放发电厂崩坑的计划，得到安大略省政府2500万美金的补助，自2020年3月开始执行，希望减轻疫情对24亿美金尼加拉瀑布观光产业的影响。公司新闻王亚芳编辑。 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同款是热翕翕。花莲唱歌高温卖伫40度左右，中昼左右紫外线拢是危险的级数。若过昼了后，落西北风雷公雨范围会较宽。
拜四的时可能有热带扰动会形成，所以伫拜六的时水气会变较高，也毋过安尼天气就会较凉快。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